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个时阵，请咱大家来准备来念今日要念的圣诗，新圣诗273首，新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咱所敬拜的天父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阿门。唯一、独一无二的上帝，天下只有一个主，就是咱的天父上帝。所以咱就爱来敬拜，学着咱的天父上帝。请咱大家起立来，做阵来欢喜来敬拜，学着主。请咱甲厝边隔壁讲，欢喜来敬拜，学着上帝。欢喜敬拜，学着上帝。感谢主，学着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亲近你。我要为你认识，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甘心我乐。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亲近你。我要为你认识，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甘心我乐。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养你观念作为。
无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你，全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无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你，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忍心，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甘心大学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忍心，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甘心大学乐。万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无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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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称谢你名无你，永远称谢你名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往下走。我的心是你的手歌，我要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你有创造天天地，哦，全能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从上帝，将我你为的天地，赐为我在主后天的残好出山，多万强贵，多罗这个主上帝。我的心是，我的心是，真是挑起主的面，你是全能变更上帝，永远的你的地，哦罗，这是主上帝。过来这边。我的心是为着唱歌，我若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天地，哦罗，全能主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将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主，感谢主，请坐，请坐。请咱抛弃大家的心嘛，打开我们的心嘛，来唱这首。为我心嘛，哦，我为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我罪，对你遐来的温柔谦卑，何的阮的，你看我做宝贝，何的阮的。你说我最清洁，我的温柔，你有尊贵荣耀最
好的明镜，为我心目，予我的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换罪，对你遐来的温柔甜蜜，好的阮的，你看我这宝贝，好的阮的，你说我最清气，好的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你的旁边我所说的，你的看见我所有担当，你的安慰我所有伤悲，你的名看见我落落里。我所有所念，你应提起我所有担当，你应安慰我所有伤悲，你的名看见我落落里。请咱，请咱大家来拍开咱的心房，做稳定，结花，结光，结深，咱来算小做稳定，请咱大家开嘴来感谢咱的主，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主，我感谢你，无限的听，我感谢你，极大稳定的听，主啊，你是我们所敬拜的唯一的上帝，是个真的上帝，主啊，你对我的听，关于主啊，给咱好心。今天我是我今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为你，单单就是要敬拜赞美，还要感谢主，关注你信心来宠我，你信心来多你，从我们精心的心灵来敬拜你，感谢主呀，好的稳定，好的稳定，你看我这宝贝。最清气，好的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好的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停。请咱做阵来感谢阿乐主，听阮的天父上帝，全能的上帝，有场的主宰。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阮所敬拜唯一的上帝。主啊，你的听是何等的宝贝啊！主啊，阮要用心灵甲诚实，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拉主你。主啊，阮要用歌声、用乐器来阿拉主你，阮要永远来称谢你。哦，主啊，感谢你，每日享受稳定，白白享受互阮。享受阮空气，享受阮日光，享受阮雨水，享受阮活命。主啊，我们感谢阿拉主你，主啊，极大恩典。阮如何来报答你？阮只有用着虔诚的心、谦卑的心来敬拜阿拉主你。愿主你来感染，愿会敬拜阿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也感谢佳音的服侍。佳音他明天就要飞美国了，感谢感谢。
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弟兄兄弟平安。咱同心来学，咱来吟诗，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的心。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头来祈祷。请主耶稣，阮感谢你，一摆卡路风台对北部无造成伤害，但是雨水带予南投的地区造成土石流、道路、桥梁、农作物造成足大的灾害。县政官员会当好好啊整治这个所在，毋是单单做表面尔，毋通互每一摆的风台拢出现共款的灾害。阮罗州教会伫个9月初10日，伫个罗州国小举行3喜音乐营，设立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要筹备场地、演出团体、教会同工会友参与，乡亲朋友的参与的事项来带导，愿信心到阮基地，教练伫个罗州教会，大家共同有合一的心，为着即个事工来拍拼努力。我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是咱来启用，启用文19，伫个后圣诗后面，我来启恁来用。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
我若无上主的殿院，甲要奋起。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扫的山谷，拢变做泉源。因愈行愈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点伫我上帝的厝过门。一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即摆来请信乐队来献诗。信乐队要献的诗是：愿我哪听你，我主基督。世间虽有艰苦、忧闷、烦恼，义人有主通靠，欢喜呵乐。我嘴吟诗无离，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
感谢圣歌队用足水的诗歌来阿罗上帝。咱即马来恭读上帝的话，记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我来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伫一个乡下的时，有10个太高的拄着伊远伫徛，出声讲：“耶稣先生，怜悯阮！”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趴落伫耶稣的骹前来感谢伊。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应讲：10人敢无拢得到清气？迄9个伫倒落即个白族的人以外，也无别人倒转来归因讲上帝吗？就甲迄个人讲：起来，做你去，你的信救。以上。咱大家请起立来读使徒圣经。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玛利亚出世，伫11多年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佫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佫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佫活，因我来活命。阿门。请坐。咱来讲道。请咱本堂的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低温甲报恩。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天气非常的好，咱伫即个遮尔好的日子，用感谢主的心来到圣殿，来到教会来学了主。咱的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米，互上帝来欢喜。礼拜就是一个献祭，献祭，就好像我们将最好的礼物给人一样，献给神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三角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诚做感谢的人，嘛用感谢的心来回应主的疼痛。主甲阮三角同在，互阮诚做敬畏上帝的人。互阮伫主你的面前来得主你的怜悯甲疼惜，因为独生圣囝耶稣赎回阮，互阮会当甲上帝、甲爸搁好。主你听阮，主你用你的活命献伫十字架顶，用宝血，诚做最后献伫祭坛顶面的羊羔。阮爱诚做活祭来献互主，愿主你感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也诚做时时会晓感谢的人。18世纪有一个长老教会的宣教师这个威牧师伊做威塞斯彭伊捌讲一个经验，伊讲有一天有一个人走来找伊，用话讲：牧师啊，牧师啊，请你替我祈祷，请你替我来献上感谢上帝的祈祷。这个牧师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讲我拄伫路口，因为我的马车的马突然间失控，突然间迄只马失去控制，
怎马车甲马分开去，结果害伊的马车怎变车变几啊年，甚至伊的车吼，安尼一直变几啊年，而且伊的车壳啊粉碎，爱人伫内底呢。啊，拄好伊对马车内底爬出来讲啊，我安然无事。了，这位牧师拢无叮无当，嘛无笑容。了过几分钟，甲伊讲，我知影这是上帝保护，但是我甲你讲，你出事的迄条路，我已经行过几6回啊，但是拢毋捌出过代志。所以，咱的感谢，毋是咱拄着意外了后，得到上帝的拯救，才来感谢。是咱时时刻刻拢爱感谢，因为咱时时刻刻有主的保护。愿上帝帮助咱，咱讲做时时会晓感谢的人，毋是上帝伫你危机的时阵保护你，是伊随时拢咧保护你。有一本册叫做《密室》吼，伊是第2次世界大战伫荷兰的一对姊妹的故事。啊，即个妹妹伊写落来一本册，吼，伊口述，也有人甲伊记录。啊，即本册互人真感动，就是讲因伫德国的控制下面，因希望关入集中营。因伫咧集中营内面，结能会当敬拜上帝。其实伫集中营，因无法度敬拜上帝。后来因有法度聚会伫遐查经，因手中摕的是荷兰文的圣经。但是关的人无一定是荷兰的人，内面有法国人，有波兰人，有讲俄罗斯俄语的人，嘛有捷克的人，所以迄个集中营的民族也非常的多。所以因手中虽然读荷兰文的经文，但是用德文甲伊翻译出去，然后最后佫用法语、用荷兰语、用俄罗斯的语言、用捷克的语言。最后，佫变成荷兰语，转来到因的心上。所以，这个册内面有一句话讲：我佫再次明白黑暗的时刻，上帝真理照了佫较光明，更清晰、更光明。在黑暗之中，上帝的真理照得更清晰、更明亮。所以，人没有经历过黑暗，不晓得这个光明的可贵。若是现在，如果若是黑暗的时刻，这本册当提醒咱上帝真理，这个时刻要搁照亮，要搁真清楚照亮伫这个世间。所以咱知影讲上帝同在，那亲像咱的避难所甲盾牌，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搁再一次提醒咱，爱诚做时时感谢的人，伫顺境、伫逆境拢爱感谢。这个册中的作者柯利，伊甲姐姐拢互关伫集中营。迄个时阵，因的情形非常的歹，因为迄个空间足细，啊，佮足无清气的吼，啊，用关伫无好的所在，而且跳蚤足多，这杀母有够多，啊，甲因咬到规个身躯拢有皮肤病。有一日，因咧读圣经，读到提撒2年甲前书5章16到18节，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咱做来读一届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也甲伊用4字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12个字啦，贴上2年甲前书5章16到18节。这3个经节嘛当勉励咱提醒咱。当读到这段经节时，伊咧姐姐叫做贝斯，讲大家停止，咱来感谢，为着咱伫集中营所拄着一切来感谢。这妹妹柯利讲，我用要带袂牢，搁要感谢。这跳蚤有够多，逐工拢爱上到要死。但是呢，因姐姐呢着坚持，所以这妹妹着顺服，所以因着为集中营所拄着，包括杀母跳蚤足多，嘛伫遐咧感谢上帝。过了无偌久，因原本是袂当聚会，聚会这阿兵哥拢会来甲因，来甲因恐吓，也是甲因命令爱停止聚会，因为惊迄内底
安那叛乱，家因内底有造反。后来这士兵吼，拢无爱去插因啊，愈自毁，哪会当自毁？因为阿兵哥拢无爱插因啊。为什么阿兵哥无爱落去？你知无？因为遐跳蚤伤多，拢无爱去啊。吼，如果你若这边吼，这节所在啊，那个地方吼太不好了，都没有查哨，都不去查哨，那晚上站哨就很轻松了。好，同样的道理，所以这因为沙漠伤济，所以这德国的士兵到尾嘛无去遐，吼，咧管因咧创啥拢无咧甲因管，所以这件代志考虑伊着学习凡事感谢，吼，所以这本叫做密室的册，就是伊伫一中遐所拄着上帝伫因的心上帮助因的代志，伊拢甲伊记录落来。今仔日的经节是10个泰国的人，叫做10个大麻风病的人，因得着耶稣医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转来感谢耶稣，而且规个讲互上帝。感恩毋是伫感恩节咱才来感恩，是平常时咱得爱感谢上帝。就是那亲像拄仔的经节讲凡事感谢，凡事谢恩，所以啥物敬有拢爱感谢。咱爱对于社会、对国家、对咱的家庭、对学校，甚至爱对咱的教会，甚至咱爱对所有的人，拢爱抱着感恩的心、甲感谢的心，嘛爱对上帝献感谢甲感恩。顶礼拜有这个机会带林牧师甲查某囝阮全家3个人会当有4天的休困，阮就转去金门佚佗伫迄个所在有这个商家讲你是以前在这边当过兵的我感觉伊的表情有的商家有的商家迄种感谢我想讲伊来对我感谢，我想讲应该有2件代志。第一是我伫遐做兵的时我拄着1996年的台海危机迄个时阵，我若打电话转来，阮厝内的人来讲，恁遐是要战争去，所以迄个时阵，台湾的信息拢讲敢若要战争其实我迄阵有写一封家书这个指挥官是讲我们都来写一封家书写那个慰问家里的人，其实那个就是遗书我不知道，我当时我唔知啦。我感觉当时我感觉知讲枪拢爱伫身躯边，枪支拢放伫门窗骹，随时就要敢若准备要战争安尼。X 腰带拢爱下全副武装，困拢袂当脱装备听讲较知影讲，迄时阵就是遮尔紧张当时伫金门袂感觉遮紧张啦所以我看着讲这头家对我感谢，我就知影讲迄个时阵，阮有付出我的青春伫遐伫迄金门遐做兵第二个感谢的原因就是讲阮较早领的薪水阮较早做兵拢领4-5千块尔当然做班长有领较侪啦领差不多万出啦万通块遐领的薪水拢走迄块，拢消费掉去出门爱用行的若行袂赴，拢嘛叫客停车拢共一间商店客停车啦。暗时要食宵夜嘛是叫迄间的若是要买物件有当时要日用品消费所以因口袋饱饱拢阮的钱拢走去因的口袋，可能就是有这2个理由。哇，感觉讲这个头家对过去伫遐做兵的人这种的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咱无论做有什么种的敬有，咱拢爱感谢上帝。只要心中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甲旨意。我还记得96年差不多这个时阵我就是对迄个所在安尼行出去阮的据点就是离这个所在上近的我就对遐退伍。我迄个时阵心内有一句话以后拢不爱回来这个鬼地方但是呢，还是带着太太跟孩子回去那个鬼地方迄阵还想讲这个所在鸟不生蛋
哦，伫遮，迄阵啊心内想，哦，我死都无爱阁转来啊，吼！但是呢，我还学习，凡事拢爱感谢。迄个有可能两岸若战争，可能22岁我有可能就伫遐安怎？吼，就牺牲去啊，敢毋是？吼！但是我替我是感觉讲啊，以后袂阁转来吼。但是即摆转去讲哦，发现讲金门啊，哪来哪进步，变化哪来哪济。感谢上帝，是用帮助咱。约瑟一个故事嘛，真做咱会当学习的，因为约瑟是一个知影恩典的人。安怎讲？伫犹太律比的中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讲约瑟捌互万分嫉妒伊10个阿兄，甲伊出卖。伫要甲伊卖掉进前，先甲伊等咧地，等了一个大的井吼，干井吼枯井，甲伊等咧一个已经无水的井，啊，这个井应该超过一个人的悬，甲等伫遐，要本地是要甲伊处理掉。后来看到撒玛利亚，看到伊斯玛利人为遐经过，因就讲啊，过去甲伊卖互伊斯玛利人，卖互因，啊，可以当趁一寡钱。了后，约瑟会当到埃及，本地是奴隶，后来成做埃及的宰相。哦，这个故事记载伫出埃及记，记载伫这个创世纪。所以约瑟做了宰相了后，伊安怎？伊接因兜的所有的兄弟的家庭去到埃及住。最后雅各过身了后，雅各有交代讲，爱将伊的遗骸，甲伊埋葬伊原来的所在，就是爱早转去迦南地埋葬。特别转去这个迦南地的路上，这个车队经过，捌互伊的阿兄等落去这个咸坑，这个大的井的所在。伊行过的时阵，伊拄仔想着讲，哎，哇，这是一个我过去迄我阿兄欺负的所在。约瑟就停车行落来，然后去祝福迄个大的井，甲伊献上感谢。因为伊讲，因为若毋是我迄样等咧即个痛苦的坑、痛苦的大的井，我就无法度成做埃及的宰相。所以约瑟是一个知影恩惠的人。虽然这个故事无记载伫圣经，这是犹太律比因所传的故事，去祝福迄个苦难的所在。我带我的下某囝转去，爸爸伫遮做过兵的所在，哦，那个是流汗又流血啊，晚上又寂寞，然后呢北风又很大，然后呢离家500里，的所在，我就带伊去，每一个所在拢有带伊去我这边的经有可能较无啥共款，我小金门甲大金门拢有带过。阮有用望远镜去看，讲迄就是大胆岛，迄就是二胆岛。其实个人可能比我较辛苦，了又用望远镜甲伊讲迄就是厦门，这厦门好热闹，都高楼大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为着过去的苦难感恩，上帝捌用苦难的外衫，可能温足隐藏着他的祝福。上帝有可能用苦难的外衣，但是内面温存伊的祝福，伊的祝福。所以咱的人生检查有一段真刻苦铭心的作物，刻苦铭心的遭遇，才能够造就今天的你，都是有这个过程。所以我嘛要为着我无入去忠烈祠来感谢呢，感谢祈祷呢。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诗篇119篇71节讲：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咱做来读一届来，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诗篇119篇，这是圣经内面上介长的一篇119篇。伊讲咱受苦是有利益的，因为要学习上帝的律例。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恩惠，知影恩
是要转化咱性命的一个出路。按照律法来讲，这无清气的人拢用隔离，这无清气的人，这着太过病的，这麻风病的人，因爱甲人保持一段的距离，而且伊爱发无清气，吼，就是照利未记13章45节到46节所讲，因看到人爱伫遐讲无清气，而且爱囥徛地，提醒人袂当靠近因，无会向传染。耶稣来，伊伫因，耶稣是即10个人的救星，是即10个人的帮衬。甲耶稣毋是咱的帮衬吗？耶稣毋是咱的帮衬甲救赎吗？所以咱爱来思考即点，耶稣嘛是咱的救赎甲帮衬。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拄一边是犹太人，一边是即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伫这交界所在两个区域的中间，耶稣为遐经过，可能即个中间10个人内面有诶可能是撒玛利亚人，有可能有个人是犹太人，因为拢泰国的嘛，拢着泰国规拢乖做伙，那亲像集中营里面不一定都是荷兰人、法国人。而是很多人，他都帮你关在一起。这10个泰国的人看到耶稣，只有一个目的：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好，因为好，我才会当转去甲厝内的人做伙团圆，做伙过生活。伊就讲耶稣啊，先生啊，可怜我。所以因久伫遐听候耶稣医治因，耶稣嘛尊重因，讲你将你的身躯来互祭司看，来证明你一定清气。所以，伫要互祭司看的路呢，哇，因就发现讲，阮的身躯已经好啊。所以，当因去见祭司的时阵，发现到10个人拢做伙得到医治。所以，是听上帝去行的人，性命得到改变，呼求耶稣成做性命的主，成做因性命的出路，成做因性命的起点，就是拄着上帝。所以，一切痛苦、孤单。向歧视、无五望，所有的埋怨，拢真做过去。第二，就报恩，才是正向的生命的源头。伫西雅图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常常咧饲即个乌鸦，着甲村的菜啦，也是讲伊的零食伊的细小啦，咧饲乌鸦。有一天，即个乌鸦呢，伊摕一个亮晶晶的物件，互伊。伊一个看讲，哎哟，是金仔金耳环呢。隔工呢，摕一个溜仔来互伊。我讲即个，伊毋知影讲即个物件原来主人是啥物人，伊毋知。但是有可能，伊想讲，有可能即个乌鸦是路边捡的，还是伫粪扫堆捡的。伊竟然送伊金的耳环金的耳钩，佮送伊真奇怪的物件。后来记者就采访即个查某囝，即个小女孩即个查某囝就拍开讲，即拢是乌鸦送我的内底伊就记录当时呢，内底当时有石头、有文具、有五金，即个小物件。有一天呢，即个乌鸦竟然夹一个挂来，即个挂是伊妈妈相机的挂落去，伊甲捡倒来所以即个乌鸦是会晓报恩的，这是真正的故事。所以连乌鸦拢会晓报恩，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是有灵、有思考、有思想的人。耶稣讲，毋是10个人得到清气吗？那会倒来感谢只有一个，迄9个伫倒位呢？17节讲，迄9个伫倒位呢？所以迄9个无用行动，所以无得到祝福。迄9个呢，欠耶稣一个感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讲迄个9个伫倒位？迄个9个伫倒位呢？这个人无回答。伊嘛无批评，甲伊做伙用隔离的谈判，这是一个好的态度，因为伊心内充满感恩，但是无迄个怨恨。所以，耶稣讲：“啊，迄个9个伫倒位呢？”迄个9个伫倒位呢？
所以讲，主耶稣甲讲起来，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感恩会当，互这个破口永远止住。所以只有感恩堵住那个破口。所以只有感恩会当做的代志，这个感恩，这个福气，临到家己，嘛临到别人。至于撒玛利亚人起来感谢耶稣，即个感恩耶稣。所以感恩就是一种报恩，敢毋是？所以会当知影恩惠、感恩，佫会当报答恩惠的人，这人生才会当有知足，才会当有快乐。所以咱即马开始爱学即个会晓倒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感谢的事哪多，得到祝福的事就会佫较多。迄9个人只不过得到身躯顶的医治，但是即个人是得到伊信救了伊，伊的信心、伊的信用救了伊，所以伊得到全人的医治。迄9个欠耶稣一个感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即个教导记载是要帮助咱成做一个感恩的人，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惠。愿咱会当学习即个会晓感恩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其实咱的生命亲像这个太过的人，伫罪恶中天后死亡。伫律法的下面，袂当甲上帝亲近，敢毋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救赎咱，所以咱的生命爱经历上帝作为，因为主时时刻刻引带带领咱，所以咱爱常常存感恩的心，应该爱报答上帝恩典，来归荣光予上帝。安尼，咱会当才当成做迄个。信救了你的人，无感恩的人是将上帝恩典无甲伊看作是宝贝，伊袂甲上帝恩典看作是宝贝，伊嘛袂相信这是上帝恩典，伊感觉是家己的努力得到的功劳。愿上帝帮助咱，安尼你的生命就会成做真多的破口，会失去更较多上帝的恩典。会晓感恩的人，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愿上帝帮助咱。如果若无感谢的心，咱今仔日会敬拜，咱今仔日礼仪拢是空的。所以生命的彰显爱归荣光予上帝。咱会晓感恩，就咱会晓知足，就咱会减少埋怨。咱的教会嘛是安尼，咱会晓感恩，咱就咱会知足，就咱减少埋怨。就减少互相的攻击，敢是？所以若咱感恩，咱就咱会做做喜乐，咱做喜乐就会搁得到搁较多的祝福。所以咱会当诚做会晓结果子的喙唇，就是会晓常常讲感谢，常常讲感恩，而且感谢感恩会互一切的病痛来得到医治。以赛亚书57章19节有甲咱讲：我做要互因的嘴讲出乐的话，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远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平安要归伫远甲近的人。哥，我要医好伊，这是耶和华讲。所以会晓讲出乐感恩的嘴，生命才会当得到更较多的福气。愿上帝施恩帮助咱，愿上帝嘛医治咱，互咱常常会晓讲感恩，常常真正会晓感谢。若是知影恩惠，阁会晓感谢，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愿感谢你，互咱诚多会晓感谢人，亲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倒来感谢耶稣一样。主你讲，伊的信救了伊，因为伊的灵魂要得到救，因为伊的生命要永远伫天堂享受福气。
即9个虽然得到医治，总是因无用感谢的心来转来回应耶稣基督，愿上帝帮赞，互阮诚做会晓感谢的人，会晓感恩的人。愿主帮助阮，互阮知影恩惠，佫会当感谢恩惠；互阮知影恩典，佫会当感谢主你互阮的恩典。互阮伫罗州教会，互阮常常用感谢彼此祝福，互阮用感谢诚做祝福的源头，互阮用彼此和乐嘛诚做祝福的源头。愿主施恩伫阮每一人的心上，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回应诗258首。咱来吟全首，请咱低声感谢上帝。会众请起立，咱吟全首。咱就来奉献，请师献的单工，请师。
咱接下来念金句吼，手部内底头前吼，咱台语念2遍。路加福音17章第19节，来，耶稣讲：起来，做你去，你的信有救了。耶稣讲：起来，做你去，你的信救你。路加福音17章19节。哦，今仔有新的朋友哦，无我来消息的报告吼。本来消息，小2月、8月、10月、12月，第一周合堂了后，举行发展小组聚会、事工研习会。第2、8月20日的主日，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教社委员会主要事工国内外支咱救主、社群关怀甲宣教、社会公义甲和平、永续环境，兄弟请关心台岛。第3、9月7日，日下晡2点半，伫罗州国小举行三喜音乐节，释教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敬邀每一位信徒。广邀朋友来参与。第4，教会开办培理会，台语课的课程，每礼拜4暗时8点到9点，8月7日开始上课，由叶仁和长老来主理。请要参加的，请接续传道组的叶秀兰长老报名，甲叶秀兰长老报名。第5，每礼拜3、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会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6，教会近日为释教150周年相关的活动，投入袂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敬邀兄弟为着释教150周年事工，关心代祷奉献，回应上帝的听。第2，个团契消息，第1项，同心团契今仔伫个第2礼拜后，伫个教会1楼举行8月份的例会。第2，青少年团契8月18到20，举行三喜年灵修生活营，基督徒的信仰甲价值观，地点是9份的教会的灵修会馆。过来，肢体相当，请大家为着身体欠安尼，外出当兵求学的来祈祷。过来，教会消息，教界消息，8月26，拜六暗时上午10点，下晡3点半到3点半，台北中华教育部伫三门教会举办教育讲座，看社记的基督讲员陈恒珍牧师，挪去成为门徒的障碍，察觉面对负面情绪、不当欲望，讲言许慧玲牧师。10月7拜六上午10点到下昼12点，倾听甲同理，听懂他人的话中话。讲员是詹思怡老师，邀请主日学同工踊跃报名，欢迎关心教育的事兄弟参加，共同参与推动教会事工，费用1000块。8月20报名截止，请伫公布栏来登记。第2项，10月2日拜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北中华教育部甲亚东剧团合办的亲子舞台剧《金花》，主材伫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不义的官的比喻，反映现代人可能拄着难解的人生课程，带出无灰心的祈祷的信息，敬请主日学同工
青少年团契欢迎兄弟兄姐邀请亲友一同参与福音的活动，地点阿东丽云中心桃园中立区，费用500块。9月30报名截止。长江上午8点40，三毛国中捷运站集合出发。以上报告。牧师有要补充报告。咱过来马变诗，第394首，即时礼拜得要煞，请会堂请起立。临时后请牧师来作导。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做伙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